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讲台语当着时，讲客话亲神区，爱好罗家书源自民众语言嘛可以哦。伫学校学母语进行母语教学，绝对唔是浪费资源。过去咧受到语言政策压迫，和济母语来当紧哦。双语教学敢一定爱牺牲掉本土语言，也则是新住民族语言伫学校学习的权利哦。关于母语教学，咱来看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的夫人是安怎讲哦？伊讲母语教学哦，就是浪费资源哦。伊讲我伫厝都咧讲台语啊，是安怎伫学校搁爱学台语咧？啊，其实哦，咱看到韩国瑜哦，伫咧去年选这个高雄市长的时阵，共款嘛讲过共款的话哦，讲高雄要变成全台湾第一个讲这个中语甲英语的这个学校啦吼，母语歹势，请你登去处理学哦，莫伫学校来浪费时间哦，这都可能受到过去受到压迫的语言政策啊。啊，即马咱来看到新住民的这个妈妈嘛跳出来讲哦，伊伫面册写啥？伊写讲哦，一个中文甲越南文的这个双语写明，伊讲哦。学妈妈的话哦，是安怎爱互人记识咧？这是对全台湾哦所有非外语族群上严重这个记识哦，相当的不尊重啦吼。啊，咱就看到这件代志的起因哦，就是因为这个顶礼拜时阵加分学堂哦，伊就讲出这个母语是真拍算这个资源做教育这个部分啦吼。咱就先来看讲这个双语教育，敢就真正爱排除本土语言的，咱做回来看。在1月第1个礼拜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无公开行程，不过伊的家后李家芬举办了家芬讲堂，要来用开讲的方式，伫咧较冷的议题上替红色政见做宣传。这是咱韩国瑜讲，若伊当选，要来全力推动中文甲英文的双语教育，却伫咧补助学生游学议题上引起争议。李家芬这摆就要为因翁的政策来赞声，嘛强调学习内容接地气的重要。台湾在21世纪的今天，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教育其实跟政治都是非常专业，但是它还是一句话，都得接地气。不过，李家芬伫咧演讲当中提出母语伫咧处理学得好的说法，佮讲若伫咧学校学母语，恐惊会去压迫到其他学科的学习资源。不过实际上，若照着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学校伫咧学习母语所用的时间有限。教育单位应该爱来检讨学校的整体教育时间，对学生的语言发展才有实际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双语教育咁真正就要排除着本土语言的学习。今日台湾新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首先，咱先介绍来宾哦。第一位来宾是咱新北市母语研习讲师刘明新。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讲母语是基本人权，咱做伙来关心。有影讲母语是基本人权啊。第二位来宾邀请到前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郑邦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邦定，谢谢。第三位咱邀请到民众立委黄国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教育部主任秘书朱南贤。各位观众大家早，大家好。首先，咱们先教明新老师啦吼，安怎看讲哦？母语袂当伫学校来学啦吼，这件代志对咱学母语也是教母语的人是一件真重要的这个事件来讨论。母语自以早国民党伫台湾统治的时阵，就甲咱本土语言吼拢排除在外，有计划要甲咱消灭嘛。啊，所以是一直到改严了后吼，才一步一步渐渐有重视咱的母语。毋过拢是应付尔尔啦，一直到讲吼，最近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吼通过了后吼，咱才有用国家即个法律的力量，正式甲即个咱的母语的发展纳入咱的法律规定内底，安尼吼，咱的母语才有即个未来才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根基就对啦。过去吼，咱的台湾的本土语言是安怎受到打压？最主要原因就是讲一个外来政权，伊用实名统治、文化霸权、唯我独尊啦吼。伊迄个语言要甲你消灭，其实就是拢有计划、有伊的企图，政治的目的伫后壁啦。人若讲吼，人咧讲语言若无去，文化就无去啊。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嘛是咱所有的人要思考咱所有的人要沟通的一个足重要的工具，而且伊毋是工具尔，伊后壁的文化意涵真悬。过去谁也无甲咱教。因为真自然的，咱会讲咱的母语，就会产生咱台湾的这个认同甲意识，这是伊上界大的一个原因。
上大这个一个原因啦吼。继续，咱要先讲，要请到咱这个馆长啦吼。过去你嘛伫这个做过这个教育局的这个局长啦吼。其实你看到这个教育现场，你教这个母语也好，还是讲学母语也好，这个学生囡仔学的这个感觉是啥？啊，因互恁的这个回馈是啥物？我想这个教育现场吼，真艰难，真艰难哈。好亲像讲，台语真困难，台语真歹写，台语真歹教。其实，迄是目前拄到的困难之下的现象，迄毋是本质啦，是，迄毋是本质吼。全世界的国家哦，差不多拢伫咧学校咧用的教学的语言，就是伊的本土的语言。是，譬如讲日本人伫日本学校咧读册，伊就是咧讲日语嘛，甲伊伫厝诶讲的日语是共款嘛。是。台湾因为非常的无正常，无正常的中间，才会讲出一种真奇怪的话吼，讲母语什么回家学，母语等于母语等于厝学就好。是。即句话内底有真济病症就对啦吼。母语伫厝诶学本来是无毋对，毋过因为中华民国伫台湾造成无正常的条件，语言是所以伫咧厝诶真歹学。即马伫学校咧教，毋是咱上届主张的，但是目前呢是要或者要救命，要正常化，要救命，要救命的就对吼。即马的学校若佫无教，即个母语就会消失去。是，所以拄啊，刘老师咧讲，迄个语言也无去，文化就无去啊。所以即马这个真要紧。是啦，安尼就会长紧去啦吼。继续咱们先看讲，伫咧2018年的时阵，即个韩国瑜迄当阵要选即个高雄市长，伊选举时的即个政见，就是讲哦，双语教育卖伫即个学校学即个母语啦吼，伊要用即个奖金的制度，讲哦，啊你若伫厝里学即个母语学了好，我就发奖金互你，啊但是我的母语教学，我爱伫学校来教，咱先做来看。我觉得高雄的经济如果要走国际化的脚步，我们中英文双语教育完全不够。也就是说，高雄市政府在教育政策方面，过去做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他用了很多母语在学校教。我当高雄市市长绝对不走这条路。如果我当高雄市市长，我会雷厉风行，大力推动双语教育。所有高雄市的国小1年级的孩子，以及国中生都要开始中英文双语教育。那母语呢，到家里学。例如，明年高雄市政府编了9000万的预算，在学校推动母语。我觉得这一条钱完全是浪费。对一个小学1年级的学生来说，6岁，他进了学校学母语，老师就给他一个 list， 开始勾，你要学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话、越南话、马来西亚话、柬埔寨话，这个小孩要怎么学？所以母语教学，不客气地说，一塌糊涂，绝对不会有任何效果，全部就是混，把这个9000万钱呢混光了就算了。我不会这样做，我会把母语教学的钱看家长检定，你教你的孩子越南话，教你的孩子原住民话、闽南话、客家话，教了检验不错，我把奖金发给你家长。学校只能学中文，这是一定要推动的第一步。检定及格就发钱，检定不及格我就不发钱。你今天阿公阿嬷讲闽南语，也许你没有学过汉学，但是你教的孙子，我们检验完毕以后，口语非常流畅，到一个标准就发奖金了。那同样的钱是9000万块钱，我在学校稀里糊涂就混光了，没有任何效果的，没有任何效果。未来的竞争也不可能在母语，一定是在中文跟英文。所以这要看，任何事情就利弊得失，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我感觉中英文双语教育推到高雄市未来下一代的高雄孩子，他国际竞争力会大幅提高。当然2年之后，高雄市所有公务员要升官调整职务，对不起，请你英文检测，你有2年的缓冲期。3年之后，高雄市政府所有出去的公务员可能中英文并列。一个市政府这样带头去干的话，整个风气全部会变。当然，一般人讲，整个高雄市对国际化的脚步跟国际的接轨会大幅提升。所以母语在家里学是绝对的正确。至于检定完毕之后发奖金，这是一个手段，希望小孩子不要忘记母语，如此而已。但是正统的要学，一定要中英语。母语伫咧厝学较早一定是会使的，
但是即阵因为过去这个威权政府哦，这个受到这个语言政策，甲咱做压迫了后，这个母语是断根的。啊，尤其这个迄当阵是韩国瑜啦吼，要参选高雄市长的时阵，伊推测到高雄市的这个教育要安怎去执行，啊，现主是伊的这个看手啦吼，加分子啊。安尼讲，延续到这个韩国瑜的政策，若是作为一个总统的这个参选人、候选人，这款的语言政策，委员你安怎看？哦，我安尼看，这个政策若实施哦，咱的母语的发展甲教育会造成真大威胁。咱好不容易已经为较早威权的时代，是，咱的母语的学习伫当年啊是被拒绝的、被禁止的。咱好不容易行遐尼侪年来，行到即摆，咱有新的课纲，啊，咱有新的国家语言发展法，是，咱伫学校，咱会使互咱的囡仔选择伊的母语来学习。毋是像拄则韩国瑜讲的，每一项拢爱学咧，毋是安尼呢？是你会使选择你的母语来学习。你若客家人，你当然是选择客家语；是，你是河洛人，当然是选择河洛话嘛。你若新住民呢，你若印尼来，你当然选择印尼的；菲律宾来，你就学菲律宾的嘛。这是这个学生的选择，毋是讲你每一项拢爱学习。啊，这嘛是选修的尔，啊，这嘛无考试。但教育安尼讲啊，你伫学校学母语会影响到教育的资源，影响到学中文甲英文。我甲大家安尼讲，安尼学校嘛免体育课啊，因为等于都会使拍球啊，那对学校爱教体育，是，对无？爸爸妈妈都甲你教美术、教音乐就好啊，教唱歌就好啊。囡仔咱伫学校嘛免学美术嘛，咱成着爱来伫学校教母语，因为咱的母语即摆碰到真大的问题，是，就是讲咱伫后一个发展的阶段，咱的母语渐渐会失去啊。吼，全世界拢碰到这个问题，咱来看人别个国家是用啥物方式来保存伊的母语，甚至甲母语的重要性，互大家知影。照因韩国瑜这种讲法，就是讲啊，伊会影响到教育的资源啦，吼。咱的教育爱教的是真济，毋是干那中文甲英文尔。哦，比如讲，咱即摆有真济新的住民，有影。新的住民，因当然都有一个国家的体制制度内底，互伊学习伊的母语。未来咱要甲东南亚国家遮人做生意，摆遮都用会着安尼。你若干那会晓中文，你就干那会使你甲中国往来尔。啊，所以未来台湾要甲世界各国交往，要做生意，凡是未来咱有足侪工厂公司要派去伫东南亚的国家要设厂，咱需要有足侪种东南亚国语言的人才。新住民的语言人才，咱台湾也无，摆咱的竞争力会输啦。所以咱的世界毋是干那中文的世界甲英文的世界尔。拄则讲，都等于厝内底学，学了咱都用检定的，用奖金的。咱即摆政府嘛有英文的检定啊，所以嘛免学英文，都伫厝教了会晓英文，阮则发奖金，用检定就好啊。这拢是一种真错误的想法哦。咱是安那主要要伫制度内底，互大家选择学母语。咱嘛无希望讲这造成学校资源的浪费，嘛毋是要互学生囡仔一个学习的负担，是咱要互学生囡仔伊有机会接受到伊母语的教育。哦，我拄则讲的母语的教育，对新住民来讲，伊未来绝对用会着。过来就是讲，对咱台湾本土出世者的人来讲，对顶一代甲这一代，咱台语是咱台湾文化足重要的发展的文明。哦，一直甲咱后一代，你讲啊，就等于甲阿公阿嬷学就好啊。但是问题，即摆你甲看，咱的囡仔孙仔等于厝里内底，拢嘛阿公阿嬷对囡仔学华文、学华语，哪有迄个可能讲伊等于阿公阿嬷甲教台语？所以国家必须要用制度，必须要用教育，吼，来提供一个机会，互咱学生囡仔学母语。是，伊嘛袂去影响到中英文制度的教育，因为伊都一礼拜才40分钟尔，伊也毋是每一工爱教爱上，伊嘛无考试，所以学生囡仔会使真快乐来学习。所以伊即种的拢是背后有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吼，来看咱的母语的学习。是，我想真侪人嘛无落接受啦。我看伊即种主张是当然是真侪是针对咱台语教育啦，但是如果伊即套台会通。安尼，咱新住民呢，国民党嘛有新住民的立委啊，伊要去问林立产，看伊有同意伊的讲法无？其实讲到这个新住民这个部分哦，这个最近伫网络顶有一个妈妈伊跳出来讲哦，伊讲是安怎我要学妈妈的话，爱受人歧视。是啊，
爱受人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伊个讲啥？伊个讲全台湾所有讲非华语的族群是非常严重的，是啊，这个歧视啦吼。是啊，其实咱要过来看讲吼，伫咧这个讨论进程，咱这个双语教育已经咧进行啊。本来就是啊，对，本来就双语教育啊。咱咧执行的这个当中，对，咱安排着本土语言，头拄委员嘛讲着新住民语言，大家会使去自由选择。对，咱嘛要有原住民咯。是。咱高金素梅立委，迄伫另外规工嘛咧推动原住民教育。是。甲照海高主任来讲，学校嘛免教原住民的话啊，迄就等于自家就好啊。所以这个是爱拍一个大一个问号啦吼。继续咱先来请教朱秘啦吼，朱秘你安尼看啦吼，其实咱双语政策一定咧推行真济啦吼，尤其是咱头拄有讨论过，是咧伫咧国校3年的时阵开始有教英语啦吼。啊，尾伊即阵是讲可能是1年仔的时阵我就开始教英语，啊，但是只有即个各县市啦吼，亲像即个首都台北市，可能有淡薄仔伫2年的时阵开始教英语啦，但是伊拢未压迫到其他的语言，但是即个语言一个出来啦吼，即个政策还是讲即个口号一个出来，母语等于厝学，可能会影响侪人。是啊，即马这双语甲咱这母语咧学，那是无违背。啊，即马特别讲就是讲，2017年呐，阮做一个调查啦，咱即马这个本土语言呐，而且这台语啦、客语啦吼，迄个流失的速度吼，30%到40%。安尼咧流失啦。是。所以即马民国90年开始学这一学期啊一节课的这种迄个母语吼，实在是已经真少啊。是。啊，你即马敢讲，你搁讲啊，你去厝里学啊，迄是无可能啊。咱即马的中生代，咱即马使着这父母吼。基拢袂晓讲，你拄啊厝里要送学啦。是。啊，囡仔无爱学啊，伊也袂晓讲，所以即个校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咱即马咧校教，毋是讲加一节课尔呢，咱即马训练7200个老师哦来教母语。哦，迄是闽南语哦，啊，这客话内底差不多开有4000几个人。是。所以这是师资的培养，你要有师资靠到教囡仔嘛。是。啊，即马搁一个网站嘛，那种将这个语言的迄个资料库啊建立起来。你也无安尼建立吼，迄无迄个资料库，无师资吼，这人这语言就无去啊。语言无去，文化就无去啊。我感觉这足急的。所以即马就是讲，听讲这个小嘛，感觉足奇怪，啊，这哪有这个代志？咱来看世界各国，纽西兰啊，莫讲新加坡就好啊。马来西亚人顶摆排华，即马华语嘛坑内底教，所以这是大校咧教中间是足自然的代志啊。所以这安怎来下过来充实一下吼，迄教育部即马就爱继续来做啦。我感觉即马的老速度伤紧啦。即马莫讲咱北部囡仔袂晓讲，南部囡仔其实也无啥晓讲。讲实在话，毋是讲拢会晓讲。啊，你若爸母，阮调查爸母两个，主要有一个一台湾人吼，迄流失搁较紧。搁较紧吼。呀，所以讲这你学教这物件是一定爱继续来推落去。是。学校较早袂使讲台语，袂使讲方言，袂使讲母语，这是过去这个政策语言政策这压迫啦吼。咱继续来回顾规个这台湾语言政策这个变革。咱看到1946年哦，这个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迄当阵行政长官陈仪就讲哦，爱加强国语的推广啊吼，减少日语、甲台语、客语等等语言的使用。1956年的时阵呢，佫禁止国际学校使用方言，除了爱罚钱啦吼，佫挂这个交牌啊，甚至爱罚卡啦吼，爱互处罚等等啦吼。啊，1993年呢，这个教育部宣布着这个母语教育爱纳入去着中学甲这个小学的教育的范围内底啦吼。高大教学内容主要是有乡土语言、乡土地理、乡土历史、乡土自然甲乡土艺术啦吼。2001年、9年一贯这个课程内底嘛安排着本土语言，学生主要伫咧闽南语、台语、这个客语、原住民族语，选一种母语来学习啦。每礼拜上一届。咱看到2018年，咱头拄嘛讲过国家语言法典法，这个法通过啦吼，甲这个本土语言、闽南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咯，甲新住民族语吼，去选这个必修啊，每礼拜嘛是一节啦吼，啊，国中甲高中
来做是这个选修，学生有这个需求，会当去选择啦吼。其实咱看到过去这个压迫，咱头先这个明星老师嘛有讲到啦吼，这个较早是爱挂高牌啊，真侪人有这种历史啦吼。啊，现主时伊是无透过这种处罚的这个方式，但是讲叫你等于用定义嘛是同款是这个语言压迫的一种政策甲手段的。这个问题吼，我敢若会当安尼讲啦吼，讲迄种话吼是无卫生兼毋捌字啦。安怎讲呢？因为吼，全世界普世潮流吼，拢咧保护家己的族语母语。啊，这个潮流伫联合国来讲吼，伊甲2月21定做世界母语日。迄就是要互大家来重视家己的母语的发展甲保存，毋是要保存了，爱互伊有健康的环境来发展。安尼才是一个世界潮流普世的价值啊！是啊，所以韩国瑜所讲的遐个话，我敢若一句话甲拄过，拄等于就是讲，无本土哪有世界？你无先重视本土，哪有世界？咱的本土就是就是外国人看的世界。安尼吼，互大家理解这个代志。另外伊讲吼，讲带厝里学就好，我感觉真好呢。是安怎讲？安尼华语会死了了，因为吼，即马全规个台湾吼，少年辈的做爸母的一半以上50%，伊的母语拢已经华语啊。是。啊，你华语带厝的学就好，学校慢慢教，这叫做语言平等。是。吼啊，所以伫这种情形下，我是要甲大家讲，咱听观众朋友，你想看觅，咱的母语互打压遮久，一个外来文化霸权，甲咱打压遮尔久，咱即摆小可教一个，伊就带吼掉骹蹬地。啊，就伫遐咧讲543，无卫生佫兼毋捌字吼，我感觉这实在是足闹气的啦。啊，咱台湾人爱较精光咧吼，莫互伊的话术骗去。照讲吼，我要甲大家举例吼，迄个联合国有一个教科文组织，吼，伊讲吼全世界即马有6000种的语言，但是有一半以上3000种已经濒临要灭绝啦，伫要消失去啊。咱台湾的本土语言，原住民语、客语、河洛话。纳入这个3000种内底其中一种，咱若要继续大量甲推展，50年后原住民语无去，客语无去，咱的河洛话、台语嘛无去，这是绝对的一个趋势。所以教科文组织讲吼，文件爱多元化，语言嘛爱多元化，这个文化才会活泼，才有生机，才有创新的机会啦。啊，所以我感觉伊讲的是无卫生兼毋捌字的话。头先明星老师讲到一个重点，无本土哪有世界啦吼，愈本土的愈国际，其实拢是安尼啦吼。咱来看讲，这个咱定嘛咧讲，这个新加坡是一个真好的，但是因较早为着要推动这个双语的这个教育，其实这个灭绝掉真侪这个母语的这个部分。咱来看讲，咱所经历以新加坡为例啦吼，这是一个教授伊所做的这个研究，伊讲。新加坡有4种这官方语言哦，英语、马来语、华语加坦米尔语啦吼。坦米尔语就是大概是印度有一个地区伊所用的这个语言啦吼。但是因学校实施着这个双语教学哦，啊因的学生会当伫学这个第一语言英语以外，爱学其他一种的这个官方语言啦吼。啊透过学校教育，以英语为家庭主要语言的这个人口，自1980年代的11.6%到2010年代的32.3%。增加到20.7%啦吼，啊以华语为家庭主要语言的这个人口，自10.2%升到35.6%啦，增加到这个25.4%。但是学校无教母语、华族方言的人吼，家庭主要语言使用的人口，自这个1980年代59.8%，到2010年哦，落甲剩这个14.3%哦，30档内底又减少45.2%。其实咱咧讲双语的这个教育，其实有当时嘛是会影响到咱的这个母语啦吼。其实咱知影这个馆长哦，嘛有咧教这个西拉雅语哦。我毋是咧教西拉雅语，是学西拉雅语目前是一个咧复振，是多咧富裕吼复育。所以即摆咧，伫台南伫迄个成功大学，是台湾文学系，即摆咧拓荒吼，伫咧开辟是西拉雅的文学，是啊，这个文学伊大部分毋是用西拉雅语言所写，因为这个语言即摆还佫不变，是。但是拄仔咧讲起这个母语，还是讲学校的教育，那我个人感觉讲，咱爱有一个观念一定要真清楚，就是讲母语毋是靠教学的。所以母语去学校教，本来就毋是正道。是。哦，即摆是不得已，所以去学校教，因为救命嘛。是。哦，好人毋免去病院嘛。啊，即摆是因为已经破病的，都爱去病院。是。学校是咧救命的，救母语。即摆是
大家安尼头破血流去拼出来。是哦，但是呢，咱也知影讲母语的这个咧学吼，伊是 acquisition，伊毋是 learning， 是，伊毋是有教材、有老师、有点睛，啊有考试、有成绩，伊毋是用安尼来。母语上好的教师，就是阿爸阿母啊兄弟姊妹啊厝内的人啊厝边隔壁，甚至红爷的话嘛是拢伫即内底。是，迄是 acquisition 是习得的，是 practice and practice 是安尼练习出来。咱咧学讲话就是安尼起来。迄个物件就是母语。假使咱的家长就伫厝内，就真正拢有咧用母语，所以咱的囡仔生出来了，到入学中间自然就是会晓母语嘛。咱即嘛是厝内无咧用，是，所以这 acquisition 已经失去机会啊，只好去 learning，这是一个先后的问题嘛。但是即嘛说有像讲韩国瑜这种的论调，所以变做凶手规定你学啥物呢？国民党来到台湾，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是凶手，是杀死台湾的这个本土语言的凶手。啊，即马说由伊来咧讲，啊，都要安怎，都要安怎，这说三道四啊，这是无什么道理的。是，咱进前为着要拼台湾文学系，拼足久，拼到有头一个台湾文学系真理大学。是，真理大学讲我去聘请对日本请张良泽教授、张良德教授登来做开系的系主任，教育部无同意啊。无同意，理由是啥物？讲伊毋是台湾文学系出身的。啊。哦，啊，都过去禁止的物件都无，啊，即摆拼到要有即个系，啊，要请一个学者做系主任，会讲伊毋是台湾文学系出身。啊，过去都无啊。系啊，过去都无啊。哦，所以讲你10碗你食9碗，剩1碗要互大家公家食，啊，佫都要由你规定，我这完全无合理。哦，这是一定要抵抗到底的物件。是，真正抵抗到底啦吼。咱若讲台语啦吼，其实咱头拄仔讲到客语嘛共款，原住民族语嘛共款。其实伫咧这个母语当去厝学，引起着这讨论哦。今日台关会伊嘛发表这个记者会哦，要做伙来谴责讲这款的这个语言或者佫一届吼灭绝的可能啦吼。咱先来做伙看。保护母语普世价值，保护母语普世价值。母语断层，人类浩劫。母语断层，人类浩劫。好，谢谢。国民党杜巴杜萨布亚，大家下个挂。那我是这个布农族的萨蓬亚，然后刚刚你看我们的这个主持人都没有办法念出我的名字，其实这就代表原住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当代的社会受到严重的压迫后，社会不理解，主流社会不熟悉的结果。原本我应该要用我的母语来发言，我应该用我的母语来发言。我如果没有用我的母语来发言，其实是对不起这个场合。不过因为考量到可能部分的记者不一定完全听得懂台语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一个很鲜明的写照，就是在场可能也有一部分的人是甚至连听都有问题这样子的状态。那我做这个台湾母语的这个复振运动这样子大概接近30年的这个过程。那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或者说提醒韩国瑜跟李嘉芬的，就是台湾其实是应该人权立国，是一个很基础的。那身为他们有经营所谓的国际双语学校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人来讲，其实他们真的是最没有国际观的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因为2019年就是我们联合国所定的族语国际年。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联合国已经定了说，每年的2月21是世界母语日，全球6000多个语言，已经有将近一半的语言都有濒危的现象。联合国为什么要定这样子的一些日子年其实是要正视这个语言危机，要呼吁各国各族群来重视自己语言文化要消灭的这个状况。那以前有一位美国的黑人人权领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不需要用刀用枪，语言就是最有力的武器。那么过去错误的国民党的国语政策就是非常的了解这个争议，他只要从语言文化把你从根斩除，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认同，失去了根，那么就是殖民统治者非常好去控制的人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正告李嘉芬、韩国瑜夫妇，你们今天讲出这样的话，而且是3番2次的重复这样的没有国际观、没有人权理念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所以我们从台湾母语复振也好，从我们追求自由人权的这样的角度来讲也好，我们的语言文化是我们的人权。咱的国家语言法典发了这个法案开宗明义就讲吼，爱保障国民使用国家语言的时阵，袂当受到这个歧视也是这个限制啦。但是即马限制这拢走出来吼，母语是基本人权，这嘛是这个普世这个价值，咱嘛真正讨论过啊。啊，咱头拄这个咱看到这个洪辉老师嘛，伊嘛足硬表讲啦吼，其实咱就是欠缺国际观，但是咱的国际观是欠伫倒位？毋是讲大家拢讲英文，安尼台湾就国际化。是，毋是安尼啦。最后就是讲，当然即摆台湾爱全球化，是。但是全球化，当然咱嘛爱保存咱家己的文明甲文化。安尼全世界才会互看到。你若拢全面敢若讲英文，安尼就甲其他英文的国家拢共款，吼，拢共款啦。全球化的意义毋是像因想的安尼啦，吼。甲若如果讲要甲国际接轨，要有国际竞争力。敢若安尼，我看大家拢来学英文就好啊。我看华语嘛免学啊。吼，我想是安尼啦。语言不但是交通的工具尔，其实伊是一个真文化文明的展现。啊，也是几千年历史安尼来产生的一种语言吼。是。真侪人对语言有感情。哦，比如讲，我的母语主要的来源，可能我自细汉的先开始学习。我为我阿公开始学。我阿公台湾人，伊是连一字的华语伊都袂晓讲，但是伊是一个汉文家。伊写的文章拢是文言文，足典雅的。囡仔先听我阿公咧讲台湾话吼，足好听的啦。伊甲咱教讲，天公疼憨人，歹德出好笋，好酒沉甕底，这足典雅的台湾话。请问，这若毋是用台语来表达？你得用华语，要安怎来表达一个文字的意义哦？所以真侪母语啊，伊背后有足侪文明甲伊文化的义理伫顶头。迄是真自然伫咱即个土地，咱遮的人民生活的感情所产生的。所以咱学习母语，毋是干那学讲即个语言要甲人沟通安尼尔，其实是学习讲咱即个本土过去所累积出来的文化。啊，咱就爱教这同时嘛，爱有大家认同讲，咱是即个土地发展出来的文化是值得重视的，咱是感觉骄傲的，毋是像较早，咱像讲台语就爱互处罚，咱像讲无水准的人，才唱台湾歌，才讲台语，迄是过去威权的时代教育甲咱安尼教。即摆咱已经好不容易已经行到安尼啊，真侪人即摆学生囡仔，有的人会晓讲台语的，因来讲哦，我真侪听真侪人咧讲台语比赛，讲啊足好听，咱感觉足欢喜的哦。啊，讲台语嘛会通哦，这是一个足好的价值嘛。但如果像因安尼讲的，会影响到学校教育的资源，啊，拢毋免伫学校教母语。甲着安尼，你其实你就是甲母语的学习排除在外。其实佫进一步来讲，就你认为讲伫咱的生活内底完全毋免母语啊。安尼规个台湾的文化。有一天会渐渐消失，都无去。是，你也知影讲，咱伫咱即个土地顶头的文化，除了语言，也有足侪艺术的创作，哦，也有足侪每一个社区有真侪故事甲伊的文明。迄个物件拢毋是用英文、用华语有法度来展现表示的。是，原住民因为无文字。所以因几千年前，因迄种文明，因爱透过因的语言，安尼一代一代安尼传落来，咱才知影讲吼，因过去安尼生活，因有这种故事。如果讲原住民连因的原住民话嘛消失的时阵，安尼原住民的文化有一天就完全消失啦。所以讲用这种角度咧思考母语教育的人，其实伊背后根本就是无文化的思考，伊无甲文化当作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规工干那想讲。咱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赚大钱，就是要互大家也有这个国际的竞争力。但是无了解就讲，咱要有足侪教育，要有足侪种重要的目的。爱互咱学生囡仔会晓学习，要安怎尊重，要安怎
对待甲咱文化无共款的人，咱来互相理解。台湾是一个各种民族入来移民入来咱台湾的一个社会。过去当然是原住民，几千年前，但是伫30-40年前开始有汉人移民来台湾，开始为福建过来，当然就是讲河洛话较济嘛。所以所谓的这个台湾话，当然真侪是甲河洛话是共款的。慢慢啊，30-40年安尼发展变做台语，台语嘛变做一个真特殊，干啦。伫咱台湾有产生足侪的文化。台湾这个土地顶头，咱嘛要有足侪艺术家，有足重要的创作。这拢是咱足重要的文化的资产。所以你要甲母语歪伫学校教育，其实都个看袂起咱台湾家己本身的文化的资产。我是感觉这种是非常错误的看法。是，咱继续来看讲，伫学校教本土语言的必要甲好处是啥物？然后咱有所整理着4点。第一点是啥呢？帮助这个语言的保存，避免少数这个语言流失，有教育社会甲文化这个意义啦。头拄啊，咱委员嘛讲到真侪这个文化这个意涵啦吼，要甲其他国家有差别。其实咱台湾文化这个根一定要保存掉啦吼。语言嘛是权利，母语教育嘛是基本人权的这个实践。来看到母语是第2语言学习的基础啦。母语你若讲了好，第2语言学习会更较顺啦吼。第4项是啥？第4项互学生感觉到对着家己的这个族群的语言文化产生共鸣感，来排除掉这个主流社会强加的这个污名感啦吼，提升咱族群语言的这个声望。咱继续要来请教主笔啦吼，咱即阵头段嘛讲到，一礼拜才一阵尔，其实这个第一现场的这个教育这个人员，伊嘛是真拼死去这个教育啦吼，这个嘛感觉讲1点钟根本就无够，咱伫这个108年这个课纲内底。国中甲高中拢有排入去这个选修内底，其实拢是要互因这个母语的这个教育，也是这个其他这个教育会当延续。是啦，即马虽然讲即马国小一礼拜1点钟久，但是又有一寡迄落像迄落夏日热血迄种活动会使下标准啦，一个月2礼拜即种来学。是。你即马就有一寡迄落弹性时数咱会使从这台语的物件较生活化，莫讲安硬冰冰啊。你平常安怎讲啊，有在演戏啊，创啥用这台语来讲来练习啊。是。还甲讲较自然的啦，无你台语惊教等于就袂晓讲，还是不爱讲，迄就无路用。所以这么个叫做沉浸式教学 ，immerse， 安尼来教囡仔有兴趣吼。阮这么有做一个访问啊。一个家长咧讲，我的囡仔吼，怎么去上课了吼，转来，伊无一定会讲，但是伊不排斥伊克你海讲，伊会听。即个顶摆讲无去上课，迄当完全无共，是，无像伊完全拒绝。怎么讲？老师有讲过哦，妈妈你讲啥，我甲你对一个。伊至少对这已经讲有兴趣。是。这是好的代志。头拄委员讲这，我嘛最认同。咱这么一寡艺术啦、电影啦、音乐啦，你要行喺世界你也无本土化的物件，你无特色。是。你八家将啊，啥物件出去讲，拢才有台湾的元素。这元素跟咱语言绝对有真大的关系。你无语言，你一个历史无法度讲出来，文化无法度沉落，无法度沉淀的。就这影响太大，所以这么教育部对这块来讲，阮有一寡委员会咧主持，随时专家真正专家来指导。广播电台啦、录影带啦，啥物迄落拢有啦。嘛一寡迄落，讲你要查安怎讲的，拢有啦。是。讲的英语阮嘛是继续咧推啊。怎么讲cool English？ 你若讲我较偏向袂晓，你就cool English 学。线上教学讲歹听的 ICRT 中调时段阮嘛是咧教英语。有人讲我袂晓，这拢有啦。所以咱本土较咱英语双语文，咱是做一摆来送。是。你国际化中间你无了解本土文化这国家袂强啊。是。无特色。头拄这个主笔讲到这个 ICRT 其实这个客家委员会，因为 ICRT 嘛有一个节目。教你讲这讲客话，是讲客话嘛讲英语，这是无冲突的一件代志的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这个咱的明星老师啦吼。真侪人看讲
这个母语无去啦，但是母语咱头拄嘛讲着，这是咱文化根。济人吼，即马这个国考教啥？教讲布袋戏啦吼，学布袋戏，嘛是学这个台语这个管道啦吼。啊，其实咱头拄看到教育部嘛推出了足侪物件。头拄 ICRT 嘛是一个例，啊，这个客家委员会嘛是一个，咱做台语人，这个推销的部分，更加是更加拍拼咧做啦吼。是，这个有关咱台语的学习吼，当然家庭是真重要的所在啦。是，但是学校该列入课程，甲华语、英语，大家讲平起平坐啦。迄对囡仔来讲，伊感觉讲，我的母语、客语、原住民语，甲华语是平等的哦。所以语言的平等伫学校教，影响囡仔的心理。较早互歧视，互看袂起嘛。因为互歧视你的母语，所以你家己看袂起家己的族群，是，你家己无自信。所以咱讲吼，这个母语毋那是这个沟通的工具，伊更加是族群尊严的基础。是，你若袂晓讲家己的母语，互看袂起，互歧视。人去新住民当年的抗议啊，因为我这个族群，互你看袂起，互你歧视啊，无尊严啊，所以讲母语是基本人权，迄嘛是一个做人的尊严。是，所以咱的教育部老实讲，咱为改验了后，咱规个政治民主化，民主化的特色就是多元，多元的价值对无？咱即马性别多元，咱语言嘛爱多元，是，咱会当透过较好的教学方式，较有效率的教学方式。用 AI 来教囡仔，讲家己的母语，这拢会当讨论的，会当发展的。所以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第8条有安尼讲哦，伊这个讲中央的教育机关吼，应该安怎伫所有的基础教育内底，甲这个咱国家的语言，包括原住民语、客语，啊，甲咱的河洛话，以及华语列入基础甲必修哦，毋是选修哦，也就是讲。你若要遵照咱进步的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为幼稚园一直到高中3年，这10几年的时间，你拢必修咱家己的母语，因为这安尼国家的语言才有发展的基础，才有发展的可能啦。啊无吼，若干那讲迄一节课，啊讲咧安尼吼，布袋戏人咧，生活中囡仔袂晓讲，老师上课嘛拢华语教学、英语教学，安尼无迄种语言的环境。共款效果会足差啦，是啦，迄就是咱拄则讲的，迄个浸水性吼，的即个教学，老师教数学、教其他的课程，共款用台语教，互囡仔有迄个语言的环境，为听开始嘛，先听吼，啊才学讲，啊才来才啥，才学会晓写，是，吼，啊这就是讲一个过程内底，咱要互囡仔有一个较好的语言环境啦，啊无我甲你保证，即摆少年家北部吼免讲啦吼，啊南部已经开始帮盘。真侪少年辈生活中已经无讲台语咯，啊，若无讲台语，生活中无讲台语，安尼即个语言无法度生团。是，所以咱生活中会当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语，啊，佫会讲用华语、英语来沟通。愈这种语言，咱的囡仔是愈巧啦。有影。因为一种语言一个世界。是。你学晓台语，哦，亲像拄则咱的委员讲的，你学晓足侪台湾俗语，迄人情义理，做人的迄个方式。做人的价值拢伫内底，所以这个母语嘛，敢若一个道材，亲情甲文化的道材。你母语无去吼，就拢全部拢丰富了了，包括你的尊严，吼，包括你的文化，吼，包括你吼做人应该待人处事的迄个道理，拢总会无去。所以咱的社会愈来愈乱。是，明星老师有讲到2点啦，第一点是讲到这个母语，尤其头拄仔讲到这个新住民，这是母语是因这个基本人权，所以即阵才有这个东南亚这个新住民朋友吼，徛出来做人数啦吼，因嘛这个我看这个起站的人数差不多16000个啦，分享伊这个面册这个部分更加是多啦吼。啊，咱讲这个母语的部分，咱嘛有整理吼，甲本土语言来做一个比较啦吼。头拄仔讲到这个母语，就是母亲所讲的这个语言，就是妈妈讲的话啦。新住民语就是新住民这个。这个囝的这个母语啦吼，但是毋是台湾的这个本土语言，但是咱嘛是共款来去甲尊重，共款来去甲尊重啦吼。啊，咱讲到这本土语言，就是咱台湾本地自然发展出来这个语言吼。那教育部现主时规定的，爱开出来这个本土语言这个课程内底有这个原住民族语、甲台语、客语等等的吼，这个部分。啊，学者何万顺伊嘛是讲到台湾华语嘛应该列入去到本土语言的政策内底啦吼。我的意思是安尼吼，我的意见是安尼啦，就是讲这个母语袂当敢若甲限定讲是
母亲的语言啊。即摆来用母亲的语言，咱台湾一半以上的母语拢已经是华语啊。是。一半以上拢已经是华语啊，所以迄是较矮。我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母语的母，会当甲讲是土地啦，自然产生的语言。只要是土地自然产生的语言，祖先讲过的话，迄拢是咱的母语啦。是。继续咱要请教咱的馆长啦。咱头头讲到这个新住民这部分，为什么因会遐尔啊这个起噗噗啦吼？这回真侪人吼，就是写着面册，用着中文甲这个越南语啦吼，写着讲，阮无爱受安尼这个知识啦吼。继续咱要来讨论就是讲。是安怎？这回唔那是这个台湾人呢？这个新住民的跳出来讲，尤其这个母语等于处理学安尼。是，人讲民主化必定会带来本土化。这是讲正常的所在。是。伫咧台湾吼，虽然1987改严，其实甲差不多1992才真正改严。伫迄个改严了后，当然愈来愈民主化。毋过顶头这个触顶吼，这个大屋顶啊，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哦，这个 ROC 国民党的体制也搁伫咧，所以伫咧咱的学校内底，其实拄刘老师咧讲，哦，即摆咱也是内底有咧教咱的母语，互咱的囡仔感觉有光荣感，感觉爱着含华语的平等，其实迄无也袂够实在嘛，因为最后决定权什么人？最后决定权是华语嘛，考试用中文写嘛，成绩用中文来算嘛。你教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拢总用中文在教，唔是用母语在教。所以这就是 subject 甲迄个 teaching language。你是咧读倒一科？我即摆咧读台语科，我读原住民科，我即摆咧读历史、读体育。迄是一个subject，一个科目。科目。不过，你教这个科目的人，伊咧用什么话教？好，你看伫香港，无论你教倒一科，教到上尾啊吼，迄科无影外用，毋过广东话拢足用。就是因为迄个 teaching language 吼，教册迄个语言是啥物？咱即摆毋是嘛？咱讲即节会当互你变高人，即节会当互你选修，吼。迄叫做破病牛爱食本鸡素，吼！你好好的草毋去食，好好的饲料毋去食，溃东溃西，安尼讲有啦，都看伊都有咧溃啊，吼！这无正常，这无正常。晚餐讲夜市足济看要食啥，拢嘛有，迄都毋是正经的晚餐嘛，咱即摆伫校爱真感谢一种人，母语教学支援人员，这个人。教育部抑阁无甲定义做老师，不过这个人才是真正会晓教母语的人。伫学校有合格的老师是无经过母语的证明的人，所以这足吊诡啊！吼，这真颠倒病了。母语教师目前是偌困难，你敢知？我伫教育局亲身有体会。咱即摆咧教譬如讲客话、河洛话、原住民话，对一节课260。最近才调起来300字，调300字啊！毋过像讲希腊的，目前嘛是抑阁安尼啊。你因为是安尼，这个老师是做偌艰苦。那么人类如果没有蜜蜂，人类活不过4年呢。同样，人类如果没有蚯蚓呢，斗棍呢也是活不过4年。这叫做母语教学支援人员，都是咧做斗棍啊。伊毋是伫这间学校教20节，我有1个月的薪水。唔是呢，伊是一个人走3、4间、5、6间学校。有啊，像迄台南遐尼大，迄母语教师尤其是原住民呢，伊就爱开车开偌远去遐教1节课。即摆才阁开偌远，再去倒位啊，斗1节课。要领薪水，就要遮领1节，遐领1节，是偌刁苦人，你敢知影？所以讲，遮个人你若无甲伊重视，佮听到韩国语讲即种话，即摆都厝诶都无才调，才送去学校。对 acquisition 变做 learning， 安尼就是不得已啊！即马佫讲等去厝诶，家己讲等去死，佫互这个母语教学支援人员，足无互人看无地目。所以拄刘老师咧讲，有教到感觉有迄个较平等的光荣感，也袂啦，吼，抑佫是讲就迄个老师来都教一个人一个，就转去啊。若要靠迄个才会晓，其实无够。嘛像朱主秘吼。伊讲的讲，都教育我办真济活动，咱那都要做较艰苦呢。回到家里去是对的，但是制度要对。制度要对了哈。假使讲，咱即摆若是讲，譬如讲，咱来政策上来思考啊，这都爱委员吼。政策上来思考，咱来讲即摆来好好设计，10年了后起，
出世的囡仔，到我要入学的中间，都爱会晓母语。啊，伊的家长就感觉我会互伊 acquisition 嘛，互伊伫厝内就会当学嘛。吼，啊，若是会晓母语的囡仔，才通入学。这个代志就变内政部的，都毋是教育部的。嘿，这个代志就爱换部的。不过讲到这个 acquisition 啊，吼，学到这个物件，真侪咱咧做台语的人有台语家庭啊，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模范啊，吼。但是讲制度面的这个学校，一定嘛是爱有这个制度。咱会知影，伫咧无学校甲无教育部的进程，台湾人是拢会晓讲母语的。是。啊，有学校甲有教育部了，才变做袂晓。所以爱检讨的是这个制度嘛。是。哦，咱检讨这个制度，因为是安尼，所以咱来去甲想讲，啊，都敢若228共款，啊，都太了啊。啊，即马讲有啦，啊，都逐年啦228迄讲教准你追思会3个小时。迄唔对啊。不应该讲台，不应该消灭嘛。啊，即马拢太了啊。啊，即马讲70年后讲有啦，啊，都每年准你追思3小时，我感觉迄完全无意思。因为咱即马伫个华语，伊已经真占权，占我互咱大家好伫遮咧计较，吼，都喺对阿扁也开始，阿扁总统开始叫有啥物叫原民台、客语台，对不对？啊，即马终于佫有台语台，这是在进步嘛。啊，即马佫一个就插头拢串起来，我感觉安尼就真无意思啊。哦，所以这反对大地就对了。哦。咱咧讲这个语言政策的这个压迫啦吼，就是这当中敢若在讲国语啦吼，啊，若是这个政策一旦通过，这个咱的语言有啥物效果？委员？我较早做学生的时阵吼，伫小学读小学进前，其实拢讲本土语言，拢讲台湾话。啊，去学校了才发现讲，哦，老师教讲，嘿，你袂使讲方言，讲方言是不对的。伫阮迄时咧教导讲，这是一个错误的。啊，所以阮伫学校内底拢唔敢，因为爱互处罚，爱去互看袂起，爱个挂交牌啊。对，啊，阮迄时吼定着一寡亲戚，吼，啊，伫台北来，啊，因拢讲华语，哦，互感觉讲，因着较有水准，啊，阮这敢若会晓讲台湾话，感觉较，那像较地方型的，水准会较无够，所以迄时互感觉讲，啊，咱讲本土语言，那就会较自卑，哦，但是慢慢咱发现讲，哇！如果把这个政策无去甲改变，吼，咱的母语会渐消失去。这消失的结果就是讲，咱真侪台湾真优美的文化，嘛会赶快会消失去哦。吼，比如讲，咱对家己台湾历史的了解，台湾这个土地有足侪足重要的事迹故事，有足侪足了不起的人，但是咱这个后一辈其实拢真少人知。台湾有啥物款的重要的画家？咱去问即摆学生囡仔，伊凡是讲张大千，但是无了解讲陈定波是当年台湾日本时代非常重要的画家。啊，伊背后有足侪甲台湾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啊，咱如果讲咱若无去保存咱家己的母语本土的语言，对咱去认知咱家己即个土地，咱做一个台湾人。台湾人的故事是啥？台湾的历史文明是啥？咱都袂去重视啊。后一辈的学生囡仔，甚至是因长大成人了，因对家己台湾的故事，因嘛袂去重视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来透过教育，甲即块真重要，互咱的学生囡仔去认知伊，互大家后代感觉讲，咱做一个台湾人是一个真公平的代志，毋是像较早，阮学生囡仔先。讲台湾话是一种会见效的代志，所以咱即摆爱改变这个发展嘛，吼。啊，台湾咱是啊，就需要教咱的后代讲，做一个台湾是真公平的代志，是因为咱这个国家必须爱向前行。咱台湾爱有咱主体的文化，咱爱甲世界各国做生意，爱甲世界各国交流。当然，咱爱有家己的文化文明。的特色，所以这对整个台湾未来的全球化了后的国家的定位、甲国家的竞争力非常重要。所以你即摆看蔡总统伊若去美国访问，你看到伊带去的艺术的表演的团体，一定是代表咱台湾文化的艺术团体去嘛？敢有可能讲带一团去唱美国歌，唱因为美国人爱听的歌？迄当然毋是嘛。啊！如果咱的母语慢慢无去，咱遮的艺术文明嘛会渐无去。规个台湾国家的特色，伫全世界、全球的发展内底，
你要互人看啥？是。所以这整个的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就全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愈在地愈全球。那个全世界，吼要交流，唔是干那做生意的需要。文化上的交流。文化嘛真重要呢。当然，甲讲到做生意，咱更加需要保存咱的母语。有影。今日咱就讨论到这部分啦吼，头拄啊明星老师讲的，无本土哪有国际啦吼，无愈在地是这个愈国际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四位来宾来做伙讨论啦吼，尤其这个咱母语的尊存，一定要靠大家来拍拼吼，绝对毋是干那伫这个登去厝学啦，登去厝学是过去的代志，但是迄个语言的政策在压迫吼，无互咱这个环境，搁登去厝学啦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谢四位来宾做伙来讨论，感谢。谢谢。